喺新疆嘅喀納斯湖邊有一座隱世嘅圖瓦人村莊和木村，佢原本只係一個與世隔絕、生活淳樸簡單嘅小村莊。隨住有攝影師到訪，好似童話般咁靚嘅風景照驚豔問世之後，原本鮮為人知嘅村落，而家變咗係新疆一個打卡勝地，更加有中國第一村嘅美譽。全村嘅木屋都係由原木搭建，環境清幽，遍地野花，靚到好似油畫一樣，唔使特登去揾景點，周圍都係明信片風光。不過遊客都中意去到標誌性地標和木橋，橋下邊係碧藍嘅冰川水，橋邊就有白華林，非常適合悠閒散步。沿河生長嘅原始白樺樹到咗秋季同落葉叢一齊變成金黃同埋火紅色，襯埋原木小屋碧藍色嘅和木河，形成極致色彩碰撞，實在靚到不得了。到咗冬季，和木村又變成夢幻雪國，遊客都湧到附近嘅滑雪場滑雪。所以除咗春季之外，和木村都係一個值得一生必去一次嘅地方。如果體力好嘅話，可以爬上上邊嘅觀景台，嗰度亦都係攝影師嘅終極目的地。天氣相當熱，我唔記得帶水，所以就中途放棄登頂。不過已經足夠俯瞰和木村嘅全景。喺和木村食完午飯，我哋就離去行嘅就係阿和公路，我哋個終點就係阿勒泰。阿和公路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內嘅公路，全長大概200公里，同獨庫公路一樣。阿和公路都係自駕遊嘅網紅打卡地，更加串連咗和木村、布爾津縣同埋阿勒泰市嘅旅遊交通。沿途極多盤山彎道，但係就風光如畫，經過河流同埋峽谷，而高地草原上面開滿住各式嘅密集野花，填滿咗成個山谷，好似花海一樣伸向遠方。去到休息站，我最中意買一樽冰凍嘅酸奶飲，奶味香濃，又飽肚又可以補充體力，飲完又可以繼續喺車上邊欣賞風景。到咗高海拔地段，景色換成雪山冰湖，路邊野花逐漸減少。
今次由北疆相當幸運，成段亞和公路都係藍天白雲，行程同獨富公路一樣咁順暢，大概夜晚9點半就到達酒店。